日在地新闻，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台南南西区的乐典里有100年历史的宋江镇。今年伫新任的里长黄汉辉的推动之下，来打破着外收外人的传统，嘛重新来举办这个100年的宋江镇。这个精彩的表演是由南西区乐典宋江镇所准备的。这个是南西区公所为了活化活动中心所办理的社区在地嘉年华，特别邀请在地有100年历史的宋江镇演出。让我们在地的里民知道，我们在地的社区团体有很好的表演才华。那也欢迎各位里民有空来欣赏。虽然3年前因为成员无够，总办无成，不过乐典里长的推动，重新来举办。这摆嘛是因头一摆演出，所以来卖继续去北会来进行表演。那在今年11月18号，我们还会再举办一个露铁文化音乐季。那到时候呢，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观赏。活动现场嘛安排正式宣导大会，加上宋江镇体验，希望让招募较侪民众来加一阵头，共同宣扬在地传统艺品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